內地舞蹈團體 F3 男團喺日本東京涉谷街頭跳舞拍片，因為影響交通，引起日本網民強烈不滿。事件發酵後，佢哋隊長唔單止冇道歉，仲喺網上拍片挑釁，囂張嘅言論引爆中日網民嘅怒火。F3 男團嚟自四川成都，佢哋嘅蜀都籃球舞喺抖音上已經有超過380萬粉絲。佢哋前排去咗東京涉谷十字路口拍片，但因為霸住條馬路又影響行人，俾日本網民批評冇申請就非法拍攝。面對咁多負評，隊長唔單止冇悔意，仲拍片用粗口挑釁日本網民，話涉谷十字路口冇四川嘅街頭咁繁忙，仲話要帶全公司去日本，每人喺街頭屙一篤屎。隊長嘅囂張行為唔單止引發日本網民嘅強烈反感，仲有唔少內地網民大鬧，話佢嘅言論損害國家形象，真係好收家。有網民話呢種行為根本就係文化輸出嘅負面教材。